讲到台美对顶关税已经签署完成了，外界也关注这农产品敢会受到冲击呢？这农业部表示讲，亲像乌特兰、地美等等呢是出口零关税，北美等27项无降关税，美国猪肉进口是争取讲到第3年开始关税减对半。若讲到这美国牛肉呢，这牛肉会开放野牛假肉、牛心、牛肝、牛腰子才会北来进口。不过，这寡肉牛呢，若准是大超过30个月的这个高敏感部位，有关是依次禁令的。另外，针对着正肉精来客刀疤案的标准，是由署讲会召开专家会议来审议，会含国际标准相接来做原则。迈向国际。大家大嘴啉这个珍珠牛奶茶，行政院强调杯仔内底地米是免除关税，最珍珠的原料树脂粉也零关税。是即摆关税谈判有为有守上好证明。台美对顶贸易协定确定，即摆亲像乌特兰，也有地米树脂粉往来三亚这农产品出口零关税。牛米、鸡肉、蚵仔、蒜头这27项农产品无降税，猪肉、鸭肉、牛肉维持一定关税。美国零关税进口部分有樱桃、菱虾、小麦、果子零、牛肉，这台湾生产量真少，也是无生产品项，也有牛奶、土豆、葡萄干仔。美国猪肉是争取第3年关税减半。台湾猪肉其实仍然是我们国内消费的第一个选择。那这样的一个自给率，美国的进口也不到消费者的1%。单纯贵估，政府设置300亿农安基金，或是农业稳固竞争力，也评估关税协定对着产业外销是新的机会。来自是需要看这个国产品的优势，明确的规范去做区隔。那我觉得生产者其实也不用过度的去恐慌。90%以上我们都吃国产猪肉，希望能产地标示要标示清楚。引来外界烦恼的乌特兰，咱方争取到使用美国零关税，甲竞争对手荷兰方 Q15% 关税比较，渴望强化稳固台湾的南非外销地位。预估至少可以增加20%的出口量，希望可以再往更好的方向下去走。关税协定牵涉开放美国牛肉零关税进口，行政院讲，即摆开放美国牛假肉，也佫有心肝、油脂这部分的北来进口，其他高敏感部位，像是30个龄以上的头骨、脑、目睭、骨髓等，依然维持禁令，并且强调相关管理制度不变，食安风险严控制。包含30个月龄以上的牛骨啦、脑积水、眼睛，我们还是禁止。我们是会对齐国际标准的精神之下，依国内民众的摄食习惯，然后去做一个科学的评估。美国牛肉、美国猪肉管理会以小接国际标准为原则，10月4日召开专家会议来审议。卫福部是讲坚持4大不变的原则，就是敏感品项禁令不变，原产地标示不变，学校采买国产不变，食安管理机制不变，继续来保障民众健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